部落客无敌小恩恩去年5月因分享老婆有马妹 Annie 裸汤露点照，引起网友疯传朝圣。后续更爆出两人其实是表兄妹关系，国外登记结婚后育有1子1女。当时面对亲友舆论，无敌小恩恩坚持守护这段婚姻，但如今却传出生变。无敌小恩恩在脸书自曝，两人感情出现问题，妻的感情已经画下句点。我和妹7年的感情只能走到这了。无敌小恩恩8日在脸书发文，当初和妻子在美国结婚是为了要一起移民，顺利达成心愿后，两人的感情却在1个月前产生变数。妻子和公司的主厨有了一见钟情的感觉，无敌小恩恩为了维持婚姻，仅要求两人不要发生性行为。然而后来人发现妻子上了对方的车，尽管妻子解释没发生关系，但面对妻子的背叛，无敌小恩恩形容他的世界完全瓦解。重重打击让无敌小恩恩有了忧郁症，每天哭和责怪妻子。后来妻子要求想暂时搬出去住，他也同意让彼此情绪冷静一下。没想到1周后，妻子却下定决心要和主厨一起私奔。由于刚到美国费吃紧，于是无敌小恩恩决定让妻子再同居半年，存到一笔钱后再离开。我也觉得好，最后也再制造点好的回忆，不要让最后锁在攻击对方的回忆里。无敌小恩恩感慨妻子的心里已经没有这个家，于是向主厨说希望他能好好照顾妻子，走他自己想要的人生，日后怎么样还不知道，但一个比较明确的感觉是我们已经没有共同的未来。至于小孩，两人达成共识，由无敌小恩恩抚养，让妻子继续追求她甜点梦，不要被家庭绑住。比较可惜的是，我们对小孩本来有很多可能性，像是走自学路线，学各种专业技能，在10岁就找到梦想，但这些靠我一个人已经无法执行，我只能用一个人的力量来引着小孩前进，让他们自己找到自己的路。无敌小恩恩离婚的消息传出后，超过上百名网友留言鼓励加油，为了孩子要坚强，让自己好好过。人生往往会有许多阶段会度过的。无敌小恩恩则表示，一个人重新建立心很辛苦，但他会靠着自己勉强站起来。